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嘅節目 Cast 天地，我係主持人 Lily 啊，大家好。今日咧，我將會同大家探討一個咧喺澳洲成家立業不可或缺嘅一個重要課題，就係精明房貸全攻略啦。無論咧大家是否擁有或者準備購買物業，又或者係可能幫子女置業啦，又或者咧自己想投資一啲嘅房地產嘅，其實咧都要需要了解咧五花八門嘅房貸產品，又或者究竟個利息嘅選擇啦，同埋咧一個還款嘅策略規劃等等。咁我哋今日咧就好榮幸咁請到 Westpac 房屋融資部嘅高級經理 Kenny 同大家咧分享房貸嘅唔同選項，同埋咧點樣揾到最優惠利率，同埋點樣善用銀行嘅工具咧去支持置業同埋投資嘅。Kenny 歡迎你。Hey， 大家好啊！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傾下置業同埋房屋貸款嘅話題。我知道咧，你喺房屋融資嘅經驗咧係非常豐富啊，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背景同埋經驗啦。多謝你啊 ，Lily。我過去有超過15年房屋貸款經驗，咁而家我就係喺西太平洋裏面做房屋貸款部嘅高級經理。咁如果你有咩問題嘅，希望我嘅經驗可以幫到你哋解決你哋房屋貸款嘅問題啦。你嘅經驗咁豐富咧，我相信一定可以答到我今日嘅問題嘅。嗱，首先咧，我想了解一下咧，我知道房屋貸款嘅產品喺市場上咧五花八門，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其實佢個類型啊係點樣嘅咧？其實咧喺市場上嘅房屋貸款咧，一般嚟講就分自住房、投資房、浮息、定息，咁亦都可以係喺repayment 嘅情況就可以有本同埋本息一齊還啦。可以係淨係還息嘅，咁年 term 嘅話咧，即係佢個還款貸款嘅年期咧，咁就視乎每個人嘅唔同情況去審核㗎咁樣。原來咧可以有咁樣嘅選擇嘅。咁嗱，其實咧好多人咧喺借貸嘅時候咧都好擔心，唔知銀行批唔批啦咁。咁喺銀行嘅角度，通常根據啲乜嘢嘅條件或者主要嘅元素去決定佢批唔批呢一個嘅借貸咧？嗱，其實銀行本身嚟講咧，佢最主要目的就係好想去幫助我哋客人去達到佢嘅貸款目的嘅。佢都好想幫我哋客人去做置業嘅。咁但係同一情況下，我哋都要根據實際情況去係保護或者係幫你睇下點樣去做一個最好嘅一個貸款嘅方案啦。咁銀行通常嚟講咧，就會睇你嘅收入啦，係咪？咁我哋可以確保你有收入可以支持到你貸款啦。咁另外我哋就會睇下你自己本身有咩 commitment，即係你嘅家庭狀況啊，或者你嘅其他嘅每個月嘅必須支出啊，咁我哋都會算喺裡面㗎。其實咁樣做嘅原因就係我哋想確保你可以有好舒服嘅環境，冇壓力環境可以還到你嘅貸款啊，咁樣都可以幫到你買到你想要嘅自住物業。咁我哋好重要就係你同我哋唔同嘅貸款經理去傾下呢個問題。咁我哋會根據你哋每人嘅情況去作出一個每人唔同嘅方案嘅。係啦，喺呢啲方案裏面啊，我哋可以揾到點樣係可以幫助你或者適合你去達到你最想要嘅目標嘅。咁所以其實還款能力咧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之一啦，係咪？係啦，你講啱啦。咁還款能力其實係包括係咩咧？包括就係你嘅收入啦，你嘅收入啦，其實最重要係還嘅。咁但係都係要睇下你本身沿途嘅狀況。譬如你話有啲essential 嘅支出，即係譬如有啲支出係一定要去做到。譬如你每日有一個health insurance 嘅，譬如一啲保險啊 life insurance 保險嘅，你要去做嘅話，咁我哋都考慮喺裡面嘅，因為我哋唔想話係幫你做咗貸款之後咧，之後你冇能力去支持你呢啲你本身需要嘅一啲保險啊咁 etc 咁嘅嘢咯。明白。嗱，好多人咧喺一個房貸裏邊咧，最擔心咧就係可唔可以攞到一個最優惠嘅利率啦，同埋可唔可以用最長嘅時間去還款嘅。咁通常銀行亦都會根據啲乜嘢去決定一個利率啊，同埋嗰個年期嘅啦。嗱，銀行其實最多而家情況，所謂銀行嘅最高嘅最長嘅一個還款年期就係30年嘅。透過融資以後唔會再長進嘅。透過融資嘅話，其實我哋 extend 呢個還款期嘅，咁就睇下每個人唔同嘅情況。咁如果你話點樣去做一個最好嘅規劃嘅話咧，其實真係我好歡迎你過嚟同我傾。因為如果你同我傾嘅話咧，我同你講話你個情況，我哋點樣可以去幫你做佢最好嘅一個還款期啊，咁樣少啲借貸比例嘅話咧，佢個利率
我哋可以嘅話就係盡量會係可以攞多啲嘅時間啦。嗯，咁點樣去幫到咧？就係我 go back 翻點解我哋要去做一個review 啦，或者 restructure 啦。因為如果你嘅物業增值嘅話咧，咁你變咗貸款嘅比例咧就會變低啦。咁你有機會可以申請或者佢可以要求更好嘅一個優惠貸款優惠。哦，原來咧呢個都咁有幫助嘅。嗱，咁我又想問下咧，關於啲嘅利率嘅選擇啦。市場上咧好多人都講話，有啲人中意固定利率，有啲就話浮息好喎咁樣。其實咧我都有陣時都唔知道掌握到咧，究竟我要做房貸嘅時候，究竟兩者邊一個好啲，定係可以有陣時又做下呢樣，又可以第一陣時又轉下第二個利率嘅選擇嘅咧？嗱，其實呢個係非常非常好嘅問題。呢樣嗱，我一樣講啦，就係視乎每個人需要嘅。如果你話做一個固定利率嘅話咧，咁你就會知道你未來固定1年啊，或者2年，甚至去到5年幾個 budget，咁你就話就算係出邊係升息啊、減息啊，對你嚟講都唔係一個影響。對你一個規劃係將來譬如5年規劃嘅話咧，就係一個好嘅一個選擇嚟嘅。咁但係浮息嘅好處就係，如果你話你預測到市場係會跌息嘅。跌息嚟講，對你嚟講，你每月嘅還款額會變低噶嘛，係咪？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嘅話咧，咁你將佢擺浮息利率嘅話咧，對你嚟講可能攞得最好嘅一個優勢或者優處，因為你嘅還款額係因為會隨着你利息嘅調低而係會繼續去調低嘅。我想問下有冇得咧？即係可能前期就用咗固定嘅，之後用浮動利率，定係其實簽嗰張 contract，我哋一路成個過程都要用同一個方法嘅咧？其實唔係㗎，所以點解我話咧，一定要係做到好嘅一個 restructure？點解咧？嗱，如果你將佢定息1年或者2年嘅，咁當然啦，你定息1年2年嘅話，你就唔可以改變個利率嘅，就好似你定期存款一樣嘅。定期存款你話做1年嘅話，你係中間嘅話，銀行跌息嘅話，銀行都唔可以話將佢 break up 噶嘛，即係唔可以將話俾你再低利息噶嘛，佢一定要承諾回翻你同個利息。咁樣咧，同一樣係對應對翻喺同貸款方面嘅。咁如果你話做定息你1年或者2年嘅話，定咗就唔可以改變嘅啦，但係你可以選擇將一部分定息，一部分係做息，係啦。咁你話對你嚟講有一個靈活性咯，因為你知道，譬如話將來我2年3年，我大概可能有多可以還10萬嘅咁樣，咁我咪可以將10萬係做咗一個浮息嘅，因為我知道我可以多還10萬。咁啦，定息我覺得將來譬如1-2年嘅定率嘅唔會話低嘅，或者會點樣？我想係confirm，即係我可以肯定我將來2年嘅還款1嘅，你咪將其他部分將佢做定息咯。嗱，其實呢個咧係可以隨時係重組或組合就去 review 嘅，咁睇下你嘅自己個人情況啦。咁如果定息嘅話咧，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市場大家推測會升息嘅。咁其實定息係一個好好選擇，因為將佢定喺你比較低少少嘅時候一個利率。咁你未來2年如果係升息嘅話咧，對你嚟講你可以攞到 advantage， 即係佢可以到最好嘅優惠咯。但係如果話同你嚟講，你覺得未來2年係會跌息嘅，咁你就其實真係冇乜一個大嘅需要擺去定息度。定息嘅話咧，對你嚟講話佢唔會話定息嘅話就好似一個定期嘅。咁佢就唔會話銀行調低利率嘅話咧，你唔會話受到優惠嘅，佢唔會幫你調低利率㗎。原來咧都有一個咁嘅靈活選擇嘅。嗱，好多人咧，當佢做好咗房屋貸款之後咧，其實好少得閒去睇下個利率啊，又或者去review 一下本身原有嘅條文嘅。咁你覺得咧，如果定期又再睇下呢啲嘅貸款嘅條件有咩好處，同埋其實幾時開始要做一啲咁樣嘅 review 咧？嗱，其實如果要做 review 就係叫咩重新審核你嘅貸款嘅話，我會建議1年或者2年去重新去做嘅。浮息嘅話因為你唔可以確定你究竟係定期嘅檢討貸款咧，可以確保你嘅利率啦，同埋還款貸款而適合你嘅情況啦。咁重組貸款嘅話咧，都有助改善你嘅現金流，減輕壓力嘅。咁如果你話可以考慮，有時可以考慮係支付利息啊，或者係轉為本息償還啊，咁或者將佢反過嚟嘅話咧，
咁就視乎你嘅財務需要，對你嚟講可能係一個屋企啊，或者你自己個人需要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咯。所以你都鼓勵咧，可能本身已經做咗房貸嘅朋友，最好都即係定期睇一睇市場個情況啦，係咪？咁啊睇下嗰陣時嗰個利率啊，或者係嗰個成個市場環境，而再決定可唔可以需唔需要再重新調節，係咪？一定係，一定需要，一定需要。你嗱，其實大家都覺得好似做咗貸款之後，做咗貸款嘅時候，你就可以唔需要再理佢啦。咁但係唔係㗎，因為咧利率同埋市場咧個環境成日都會變㗎。咁你定期檢討嘅話咧，可以確保你係用緊最適合你嘅方案啦，最適合你嘅產品啦，同埋有時重組嘅話咧，可以幫你慳到利息啦。同埋都可以幫你慳到令到你現金流輕鬆啲嘅。所以咧，所有已經置業而又做緊房貸嘅朋友咧，真係定期要睇一睇啦，就唔好諗住咧做完，我一路都自己銀行還緊息就算啦咁樣，因為都相信咧為到即係如果得閒去 review 下，都真係幫自己慳到好多嘅利息嘅。咁嗱，有啲人咧，譬如可能已經還咗一段時間啦，可能會覺得咧，我還款嘅壓力好大，又或者可能佢有其他需要地方去用錢喎，其實有咩辦法咧，可以喺一個又唔係太大壓力嘅情況下，或者唔使太大嘅改動下，係可以減輕到嗰個還款壓力嘅咧？嗱，其實有幾個方案嘅。第一個方案咧就係你可以嚟講就係調整嘅還款方法啦。咁如果你情況容許嘅話咧，你還緊本金息嘅，你可以將做利息。咁如果你話還緊利息嘅話，你都可以將佢做本金息。咁睇下你個人生嘅，睇你即係睇你家庭需要，同埋你係睇下你人生係邊個階段啦。咁另一個辦法咧就係如果你嘅你係咪升值咗嘅，咁你可以套現翻部分嘅資金出嚟，用嚟做嗰個投資啊，或者用嚟做一個裝修啊，增加你本身房屋嘅價值啊，或者用其他用途都可以。咁但係咧，你就要小心，就唔好借太多啦。咁你避免造成不要嘅壓力啦。你講得好啱咧，就係其實咧，我哋基本上除咗不斷要 review，除咗睇呢個利息啊之外咧，其實都會睇一個市場環境。原來好多人都發覺我自己嘅物業已經升咗值㗎咯喎。原來喺呢個升值嘅部分咧，係可以有機會再套現啊，或者係即係去 restructure 過而改善個現金流嘅。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小貼士啊！今時今日咧，好多父母咧都可能會開始為仔女諗啊，幫佢置業啦。特別咧，而家即係政府亦都推出一個首次置業嘅一個優惠啊，咁樣。咁其實咧，如果屋企人想幫佢做一個貸款嘅擔保啦，咁其實個流程係點樣嘅啦？嗱，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問題嘅，亦都好多父母好擔心自己仔女可唔可以上到車嘅。咁其實嗱 Westpac 嚟講，西太平講咧，我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政策啦。咁我哋父母或者屋企人咧，可以利用佢哋嘅自己本身嘅物業做個擔保，幫佢哋嘅仔女上車，咁樣可以減少個首期壓力，都可以避免交高額嘅貸款保險。但係咧，大家都要清楚了解個責任風險嘅。咁如果你係詳盡嘅情況，你可以揾我傾，咁我就可以同你講究竟根據你個人需要，你要注意啲乜嘢事項啊，同埋你哋可以究竟根據你自己擁有嘅物業，你可以同你嘅仔女做一個幾多嘅額嘅個貸款嘅一個擔保嘅。父母或者屋企人咧，可以用佢自己物業擔保嘅，幫仔女去上車嘅。咁樣都可以減少首期壓力啦，咁亦都可以避免交高額嘅貸款保險。但係咧，大家都要清楚了解責任風險。咁如果話父母做嗰個擔保嘅話咧，佢哋最多可以擔保兩成，即係 20% of 佢仔女買嘅物業。因為銀行咧都要需要咧仔女去負擔得起個80% 嘅貸款嘅，咁嗰2成嘅貸款只不過係幫助仔女，係唔需要俾嗰個貸款嘅一個保險嘅啫。咁都好好啊，因為其實我都唔知道咧，原來父母可以做一個嘅擔保貸款嘅，而起碼我亦都知道，譬如子女想買一個100萬嘅，原來我可以幫佢做到佢20萬嘅擔保嘅。咁起碼咧對嗰個子女嚟講咧，佢即係買物業嘅時候咧，其實佢個壓力都會相對低咗啦。嗱，咁有關呢一個叫首置嘅計劃咧，呢排可能好多人都講嘅就係政府個 First Home Buyer 嗰個 scheme 啦。咁其實如果當
大家想透過呢個 scheme 去置業同埋貸款嘅時候咧，需要注意一啲咩嘅申請條件同埋個程序係點㗎啦？首次計劃嘅貸款嘅話咧，其實對一個首次置業嘅client 咧係好有幫助嘅。佢咧就可以減少貸款首期要求啦，亦都可以幫助首次置業人更加快入市嘅。不過但係你咧就要留意下資格同申請程序啦。咁如果你一般嚟講，當然啦，你首次置業嘅話就係你係首次置業啦，亦都係自住物業啦。咁另外有一個好嘅今次更新之後嘅情況就係你過去10年咧，如果未曾擁有嗰個物業或者個土地嘅話咧，你都可以符合資格申請嘅。係啦，咁跟住你淨係要你可以俾到譬如銀行啊，或者係政府睇到你有5%，即係5%啫。5%係啊，5%首期啦，咁佢哋就會其他90%你會貸喺銀行，你都要夠資格去銀行貸90%嘅貸款。咁但係咧，你多出嚟多過80%貸款咧，就係政府會幫你做一個擔保，咁你就唔需要俾到一個叫做貸款擔保嘅保險㗎啦。咁咧，我又想請教一下咧，嗱，有啲朋友咧，其實都可能即係好經常發生嘅呢個情況，本身已經有一個物業，但係咧佢可能突然間需要用一筆錢，但佢又唔想即刻買一間屋，而且亦都唔係話隨時話賣就賣啦咁。咁佢咁急需要嘅現金嘅周轉，其實咧銀行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嘅咧？嗱，其實好多方案嘅，咁睇下每個人情況去，我哋可以幫佢準備或者去幫佢再重新係唔係受審核嘅，重新去重組貸款嘅。咁睇下佢係想要去再買一個新嘅物業啦，定還是佢係想投資一啲現金出嚟係做一個譬如裝修啊，或者做一個譬如買架車啊咁樣。咁佢嘅物業有升值嘅話，我哋都可以從佢裏面可以透支出嚟做呢樣嘢嘅。咁相比下咧，可能利息啊或者係還款額嘅話咧，都比你喺出邊外面做一個譬如汽車貸款啊會低好多。咁咧，如果你話個 client 係想買一個投資物業嘅，咁我哋想用翻我自己本身嘅一個自住物業做一個equity， 做一個抵押嘅話咧，其實咁樣嘅話咧，佢哋可能性會好高。咁你新買嘅物業就可能，如果你夠自己本身自住物業或者本身持有嘅物業咧，佢嘅equity 夠嘅話咧，你新買嘅物業可能就基本上唔需要俾任何嘅一個首期出嚟可以傳貸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啲係基本上係根據每個人嘅 financial 每個人嘅財務狀況啦、收入啊去等等去決定去計算出嚟嘅。所以咧我會好歡迎你過嚟同我傾傾，我哋有咩可以幫到你一個程序。咁我 client 我自己本身嚟講係做咗10年啦嘅貸款經驗啦，佢哋係從第一個貸款或第一個屋開始落去咧，我哋係大家一齊 work together，即係大家一齊合作，一齊係去努力啊合作啊，去做到一個譬如一個portfolio 嘅一個組合嘅。我成日以為咧揾銀行去借貸咧，借一次性嘅一個服務啦。咁其實咧原來係一個長遠嘅關係嚟嘅，即係只要佢揾啱一個客戶經理，咁係其實可以同佢標一個長遠嘅關係嘅。係啊，其實應該唔係單單一個貸款嘅。我哋我自己本身咧就唔係試一個數字，唔係一個貸款 number。我係真係好希望可以用到我經驗啦或者知識啦，去幫大家去重組或者係幫助你去達到你想要一個房屋買賣或者房屋個貸款嘅目標啦。咁樣基本上就係唔係一個我哋叫 one off 嘅，唔係一次性嘅一個選擇或者服務嘅。我哋係會可以大家去傾下我哋以後將來點樣規劃啊，有啲咩可以做係幫到大家，或者有咩可以做到你想要嘅要求。當然我係根據每個情況，我可能會給一啲意見啦，或者個建議啊咁樣，但係你係可以根據你實際情況去做決定嘅。嗱，我知道咧 Westpac 咧同華人服務社咧都有一啲嘅合作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其實個合作係啲咩咧？嗱，其實咧Westpac 咧同埋華人服務社咧，我哋都有一個我哋叫 corporate partner 啦。咁主要係咩咧？主要係我哋針對提供或者對員工對華人服務社嘅員工啦，提供一啲財務健康嘅指導啦。咁希望可以幫助佢哋學識理財，
教導一啲財務知識嘅課程啦，咁可以令到佢實現佢哋嘅財務目的嘅。哇！其實喺華人服務社工作嘅同事咧都幾幸運啊，咁不停都得到即係 Westpac 嘅一啲嘅 update 啦，咁同埋我哋買樓係咪都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啊？咁當然啦，當然係啦，呢個係我哋承諾係華人服務社嘅係啦一個承諾嘅目標嘅。同埋我都知道咧，你都有資助我哋一啲嘅社區活動啦，或者係出版嘅。係，咁我聽講你哋有一個墾丁集㗎嘛？冇錯。墾丁集我哋覺得好有意義㗎。呢個咧真係要多謝你哋咧支持我哋華人服務社嘅墾丁集啊！咁我喺度都賣下廣告啦。咁其實墾丁集咧係一個人生故事嘅一個嘅記錄嚟咧。咁就係我哋每5年就會出版一次嘅。咁記錄我哋無論義工啊或者各社區朋友嘅一啲嘅人生嘅經歷啊。咁好多時可能大家睇完一啲有少少類似心靈雞湯嘅故事咧，都會覺得個人係比較鼓舞啊、正向啊，亦都了解咧華人服務社為華人嘅社區同埋多元文化社區嚟做一啲咩嘅。今日咧非常多謝咧 Kelly 同我哋咁精彩嘅分享啦，同埋俾咗咁多房貸嘅知識我哋啊。咁希望咧透過今日嘅資訊咧，幫助大家去規劃到房貸時更加有方向啦，同埋咧去點樣精明置業，亦都幫助大家咧減輕呢個貸款壓力嘅。咁可能今日聽到呢度咧，好多人都想揾阿 Kelly 啊，Kelly 啊。請問咧，我哋嘅聽眾可以點樣聯絡你咧？嗱，你可以打電話俾我啦，或者可以你 send message 俾我嘅。我電話就係0422393924，0422393924，或者你可以send email 啦，電郵俾我嘅。咁就係 kelly.mak@westpac.com.au，kelly.mak@westpac.com.au。好多朋友如果對財務有咩問題咧，都歡迎打俾 Kelly 噶。咁但係咧，如果大家對華人服務社嘅服務咧，想有啲查詢咧，咁歡迎瀏覽我哋嘅網站 www.cass.org.au 或者致電029789458797894587。此外咧，我哋亦都有多個社交平台嘅，包括 Facebook、YouTube、WeChat、WhatsApp、小紅書。大家想了解更加多華人服務社最新嘅活動咧，記得去我哋嘅社交平台裏邊瀏覽啦。咁我哋嘅節目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拜拜。好，多謝大家，拜拜。